停！下马，过来交钱。慢点。怎么了？我们要过去。废什么话？到那边交钱。交钱。军爷，我们过路要交什么钱啊？要想过关，先交税钱。哦，税钱。怎么不走了？主子，这军爷说了，他要收您的过路钱啊。哎呀，过路钱，你们天天在这收吗？这位军爷，你这收的什么钱？关口要道，过往商旅一律上交税钱2吊。可我们不是商人，为什么还要交税费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只要从我这路口过，就得交钱。这大清立国30余年，怎么没有听过这样的规矩？少给我啰嗦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哼，看你像个贵公子模样，2吊钱拿不出来，不想出钱就别从我这过。好，这钱我出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是谁让你们在这收钱的？这是我们知县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想怎么着？龙小爹，这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敢巧立名目胡乱收费，再大点的官可了得呀！哎，回去告诉你们大人，就说他头上那顶乌纱帽很快就要保不住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知县大人朝廷里有人，就你们，算哪根葱啊？我们算……行了，咱先别说了，别耽误了主子的正事儿啊！哎，把钱拿过来。这次出巡，看来真是出对了。哎，进城交税。军爷，你们这儿进城还交钱啊？交啊，每车5钱。每车收5钱？又怎么了？主子，这位军爷说了，进城的车辆收税，每车5钱银子。车辆进城也要交税啊？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知州大人就是这儿的王法，这命令可是知州大人亲自下的。来吧，给钱！停！哎，你们呀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王法。朕自入山西以来，一路所见，民多疾苦，而各地方官各自为政。朕一日行100余里，竟连遇3处关口，巧立名目收取税费。过往商旅都被迫缴纳所谓道路修补款项，贪污之风可见一斑。念及民生之苦，朕实不能寐。老大，都记下来了吗？放心吧，全记下来了。老大，你觉得我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吗？你啊，马马虎虎吧。你别生气啊！你之前跟我说的，让我在你面前不能说假话，只能说真话的。要是你以前这么说的话，可能我还会不高兴，但是现在我不会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只是一个马马虎虎的皇帝，离一个好皇帝还差得远呢，差得远呢。这什么？来看看。叶哥哥，你哪来的钱给我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？师傅们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发利钱吗？我都没舍得花，全攒起来了，攒了5年，终于攒够了。
不行不行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承受不起。哎呀，没关系，这不是下个月就到你的生辰之日了吗？我怕我赶不回来为你庆贺，所以就当生辰之礼，提前送给你了。你放心，我又不要求你回报我什么，你只要天天把它带在身上就好了啊。那你为什么非要给我买一个金镯子啊？你还记不记得5年前你的生辰之日？我那天问你，你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啊？你告诉我说，你想要一个特别漂亮的金镯子。是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没关系啊，你不记得，我记得就好了。虽然你当年只是随口一说，可是5年来，我一直都记在心里的。你怎么了？你现在不喜欢金镯子了，还是觉得不够漂亮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个金镯子很漂亮，但是……哎呀，好啦，喜欢就好，喜欢我的一番心就没有白费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不行不行，叶哥哥，这个我还是不能要。我知道，你现在有了康熙这个结拜兄弟，什么都不缺。他随便送你个首饰，就比我送你的金镯子贵重100倍、1000倍。可小师妹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有些事情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不是叶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镯子很好看，我也很喜欢，但是你还是把它留着，送给你以后心爱的女孩吧。叶哥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小师妹，这个金镯子是我买来送给你的，你不要，我也不会送给其他女孩。哎，叶哥哥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我还没问你呢，这么晚，上哪儿去了？我就随便出去走走。是去见陌生了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什么性子，陌生是什么性子，我能不了解吗？今天晚上，他只让樊师妹来和我接头，自己却不现身，我就疑心着，他一定是想趁我不在的时候，偷偷来找你。你们都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他就是问候了我几句。就只有这些？只有这些。他就没有给你带点礼物什么的？没有，什么礼物都没有。每个月师傅就给我们2吊钱，他哪有钱给我买礼物啊？又不像咱们可以在宫里捞捞油水什么的。那可不一定。最近几年，这个叶师弟变得十分吝啬，平时呢，连一个铜板都不舍得花。偶尔谷中兄弟们凑钱买酒喝，他总找借口不参与。他这么努力省钱，一定是为了你。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，他就没有准备什么生日礼物要给你吗？没有。哎，还说没有？这金镯子哪来的？朱哥哥，你这个人，明明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根本瞒不了你。你呀，居然帮陌生来骗我！没有，我没有帮着他来骗你。
我只是平时骗别人的时候谁都听不出来，只有骗你，老是会找出我的破绽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想挑起我跟陌生的矛盾，对吗？大家都是兄妹，他也只是疼爱我这个小师妹罢了，所以才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礼物。这还算是小礼物啊，这可是陌生对你的一片心呢。那如果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不带它就行了。你愿意带就带吧。其实，陌生对你的心意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但我自信他夺不走你的。真正让我担心的，其实是另外一个人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。